来看第47届台湾日本经贸会议，早起伫台北举行。这届又按什么来签署日本约克哈马甲台湾家人两个港口的关系备忘录？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嘛五望讲，日本会当来支持台湾加入 CPTPP。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嘛表示讲，台日的经济关系已经是全球的典范，未来嘛正值得期待。 今年一届的台日经贸会议，经过5年伫台湾以实体方式来举办，除了驻日本大使谢中庭亲身出席，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希望会当争取日本支持台湾加入 CPTPP。若台湾能加入 CPTPP， 将有助于强化全球及区域供应链韧性，为经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仅在此，请 日方继续给予协助及支持。双方合作的产业以半导体做例，台湾对先进制程较熟手，因为日本是专攻源头的设备甲材料，双方产业会当互相补助。希望透过投资甲合作，加深双方伫关键物资、半导体也有晶片供应的韧性。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讲，除了台积电伫日本设厂，台积电10月份嘛宣布要甲日本企业起半导体的工厂。 对合作的进展是感觉真欢喜。今回の会議では、地方税制、すなわち横浜税関と桐生税関のこの間の協力に関する覚書への署名が行われる予定であります。1976年以来、日台間の貿易経済面の課題を議論する重要な枠組みとして。 良好な日台経済関係の維持促進に大きく貢献してきた本会議が。 货品的出关啊，这申报方面的手续啊，让它更简化。这部分的话，当然对促进商品贸易当然是有帮助啦。除了半导体的领域，台日双方拢表示，伫台日观光的旅游人数，嘛要促成恢复疫情进前的水准。专家表示，因为日本是 CPTPP 内底重要代表的国家，台湾乃当得到日本的支持，对加入 CPTPP 会真有意义。记者综合报道。